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1月13，诗篇50篇23节安尼讲：今仔用感谢献做祭，就是因光我。谨慎行的人，我要予伊看见上帝的救恩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看见你救恩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面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。主啊！你是受压迫的人的要塞，你是阮患难的时的避难所。主啊！捌你的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为你袂捌弃杀找你的人。主啊！求你怜悯阮，求你起来，毋通用阮互歹人较赢，因为你要救阮脱离人的罗网。主啊！求你帮赞，互阮知，就时刻懊恼感谢，因为今仔用感谢献做祭，就是因光你。谨慎行的，你就要互阮看见你的救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